減號減號減號，星號霓虹下的約定 A Promise Beneath the Neon Lights 星號星號，故事簡介 English Summary In 1990s Hong Kong, a young night shift taxi driver keeps meeting the same mysterious passenger at exactly凌晨2點15分 every night in Mongkok. She always asks to be taken to the same place, but never reaches the destination. One night, he decides to uncover the truth. What he discovers ties him to a forgotten promise under the city's neon glow. 減號減號減號，完整故事 Cantonese Hong Kong Style 1996年，香港，霓虹燈照到旺角整條街都紅紅紫紫，夜風入面混住燒臘味、煙味，仲有啲講唔清嘅潮濕。阿朗係夜班的士司機，瞓少做多，捱過幾年都習慣咗。佢成日話，香港夜晚最誠實，因為大家都冇力再扮嘢。一，神秘嘅乘客，某日凌晨2點15分，阿朗泊喺砵蘭街路口等客。一位穿住白色外套嘅少女慢慢行到的士旁邊，眼神悠悠地望住前面。師傅，帶我去紅磡碼頭，可以嗎？佢聲線輕到好似會被夜風吹散。阿朗點頭，開車，但奇怪嘅事發生咗。行到佐敦道，佢突然話：師傅，到呢度就得啦。然後菜低錢，匆匆落車，人就消失喺夜燈後面。之後連續4晚，同一時間，同一個地方，同一個女孩，同一個目的地。但每次都係佐敦就落車。阿朗心諗，邊有人每日都咁啱？但佢冇再問，只係覺得個女仔身上有股淡淡的悲傷。2. 第5晚嘅決定。第5晚，少女上車嘅時候好似有啲心不在焉。到佐敦時，佢依然輕聲講：到呢度就夠了。阿朗忍唔住問：小姐，其實你每晚都想去邊？少女擰咗2秒，嘴角微微一笑，但眼神空洞得好似穿過車窗。我都想去到紅磡碼頭嘅，但每次都行唔到。說完佢就落車。阿朗越來越覺得唔對路，決定翌晚跟住佢睇真啲。3. 真相在霧中。翌日凌晨，少女照常落車，但今次阿朗偷偷跟住。佢跟住少女走過佐敦道，過海旁，最後嚟到一條舊唐樓前。樓下貼住一張泛黃嘅舊報紙，標題寫住1993年少女深夜橫過馬路遭貨車撞倒，年僅19歲。阿朗心跳停一拍，報紙上嘅相就係嗰個少女。同一時間，夜風變冷，佢聽到樓梯口有腳步聲，少女慢慢轉身向佢微笑。多謝你，每晚都載我一程。3年前，我就係去緊紅磡碼頭，我想去還一個約定，但走唔到。阿朗喉頭發乾，你想我帶你去？少女點頭，眼神平靜，無怨無悔。4. 最後一次旅程。阿朗深吸一口氣，開返架的士。凌晨2點15分，少女再一次坐上後座，但今次佢望住前面，不再回頭。沿海旁一路行，車窗外海風拍住。到達紅磡碼頭嘅時候，少女眼角有淚光。終於到啦，佢望向海邊，好像喺等一個人。佢話過，會喺碼頭等我，無論幾夜，都會等。說完，他的身影慢慢淡化，化作白色霧氣，被海風帶走。車內留低淡淡嘅花香。5. 霓虹下的永恆。自嗰晚之後，砵蘭街2點15分再冇少女出現。阿朗每次經過紅磡碼頭，都會望向海面。夜色永遠繁忙，霓虹永遠閃爍，而有啲人嘅故事，就永遠停留喺呢個城市入面。只要有人記得，佢哋就仲存在。減號減號減號。